今日我帶大家去行屯門最流行的行山景點豬仔石頭同埋十字星石室。呢張係今日嘅行山地圖，由龍鼓灘出發，我們可以在屯門西鐵站搭接駁巴士 K52號，車程大約25分鐘來到龍鼓灘總站下車，然後沿住巴士背後嘅龍鼓灘路直行。呢條馬路有大貨車經過，大家要小心安全，唔好行出馬路。今日嘅行程大約4.7公里，需時3小時，難度3.5粒星，大約行15分鐘就會見到右邊嘅劉氏宗祠。沿咗手邊嘅樓梯上，向左邊嘅小路行，會見到一些墓地，同埋需要穿過密密麻麻嘅雜草。建議大家穿着長袖衫褲，以免刮傷。跟住發現右手邊有一條小路上山。當你經過一座高壓電塔，向山上望，就會見到豬仔石，但遠看就唔多似豬仔石。一共行了50分鐘。眼前會見到一隻可愛嘅肥豬趴在地上，即刻拿起手機拍照留念吧。跟住行到豬仔石頭的 pat， 你會發現有個洞穴，行落去就會眼前一亮，原來岩石間的空隙呈現十字星的形狀，呢度就叫做十字星石室。我亦被吸引住爬上去打卡，但發現石頭好滑啊，真係好危險啊！各位粉絲，如果想拍到同款照片，千祈要小心為上，安全第一。忠告大家量力而為。完成拍照後，大家可以選擇原路返去龍鼓灘，或者繼續向山頂行。一路上有好多流沙碎石，大家要小心，記住穿對行山鞋，以免滑倒。到達花香爐頂後，可以欣賞青山一帶的山脈，然後照住龍鼓灘方向落山。沿途會經過皇帝岩，回到出發點即龍鼓灘巴士總站 K52號。完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，關注我，下期更加精彩。